唔該，主席。我想首先就係話咧，我哋嘅曾鈺成主席咧就成功爭取咧就入咗呢個維基百科。如果大家要去睇宗旨，即係去電腦嗰度去 search 咧，就會見到咧，即係琴日啱啱出咗，就話我哋香港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次行使呢個腰斬權，就係由曾鈺成喺呢個2012年5月17日開始嘅。其實有啲同事發言嘅時候咧，就話92條咧係尚方寶劍，我非常之唔同意。我唔覺得議事規則係俾咗我哋嘅主席一個尚方寶劍。我哋嘅主席唔係皇帝，佢唔可以話喂，冇講嘅權力我就可以行使嘅權力。92條唔係咁嘅解釋嘅。92條就係譬如有一啲係程序上嘅一啲小節冇講清楚，例如話合理通知，咁合理通知係3分鐘啦、3小時啦、3天啦，咁呢一方面嘅漏洞，主席當然係可以根據92條係可以作出一啲判決，但係唔係話一啲冇嘅權力，一啲實質嘅權力，如果冇寫嘅，佢唔可以無中生有噶嘛。如果佢無中生有，就變咗無法無天，就冇規冇矩噶啦。唔係話主席說了算噶嘛。尤其是議事規則委員會喺度睇緊呢個問題，都未有結論嘅時候，主席突然間喺清晨4點半話翻嚟就喐啦，跟住就行使呢個權力。呢個絕對唔係一個不偏不倚中立主席應該行使呢個權力，或者係應該咁樣，即使有呢個權力都唔應該咁嘅做法。第二點呢，主席，我亦都係覺得係非常之遺憾嘅呢，就係好多同事就話喂，咁主席點啊？佢冇辦法嘅噃，呢樣嘢會癱瘓個立法會嘅喎，佢冇辦法可以做，冇嘢可以做得到嘅喎，佢一定要咁做嘅，佢好合理嘅喎。主席，呢個我亦都唔同意。佢根據議事規則，好多嘢可以做嘅。首先第一件事，當然佢要有一個判斷，呢1000幾個修訂係咪符合議事規則？佢可以唔批嘅。如果佢認為係冗長啊、瑣碎啊、無聊，佢係有權唔批嘅。但係主席係批咗，佢認為呢一樣嘢唔係瑣碎、唔係無聊，佢批咗。根據議事規則，有啲同事覺得要參與，有啲同事覺得唔參與。我覺得呢個每一個同事當然係有佢嘅政治嘅決定，有佢嘅政治判斷啦。9月就好快係選舉啦，每個人咪根據佢嘅政治嘅決定，由選民去選擇咯。佢有冇參與呢樣嘢？但係主席唔係話冇出路嘅。第一件事，我哋公民黨係提出咗一個休會待續，呢個我哋根據議事規則第40條4，我哋係跟規矩做事，即使唔需要預告，我哋都預告咗。我哋話呢個係唯一合法合理嘅出路。我第一次提嘅時候，主席批准；第二次梁家傑提嘅時候，同埋第三次李卓人提嘅時候，主席係唔批准。但係即使係咁，都唔係代表冇其他出路喎。因為主席依然根據議事規則係有權，如果佢認為發言嘅同事係重複、係冗長、係瑣碎，佢係有權阻止。如果發言嘅同事唔同意、唔聽主席嘅判決，佢甚至可以趕嗰個議員出場嘅喎。所以你唔好話主席係冇權駕馭，然後呢個立法會係癱瘓。議事規則絕對有授權主席可以控制嗰個秩序。如果有議員唔服，一味係同主席拗，主席係有權趕議員出場，佢亦都行使過呢個權力，所以絕對唔可以話議會係癱瘓啦。喺咁嘅時間主席就可以任佢話做啲咩啦咁樣。同埋即係今日電視見到播出去街度，見到主席係話翻嚟就喐啦呢樣嘢呢，我覺得係非常之不安。呢個亦都係牽涉主席嘅誠信問題，因為琴日已經有人問係唔係夾埋打龍通，但係主席係否定，係否認。
但係如果唔係夾埋，點解要係朝頭早4點幾做呢？主席，喺基於呢啲咁多原因之下呢，我覺得主席佢翻返去做建制派冇問題，大家會歡迎佢翻返去做建制派，但係請佢唔好扮不偏不倚中立。所以我哋公民黨係要求佢辭去主席嘅職位，去做翻佢嘅建制派。時間到啦，劉